咁大家好啊！呢條片就係想講關於Lacan 呢個流派嘅精神分析理論啦。咁先介紹一下 Lacan 係邊個先，係一個精神分析學家，係喺弗洛伊德之後咧，可以話係最天才嘅關於精神分析理論嘅人物。咁呢度大致嘅內容都係關於杜拉康呢本書。咁點解要用呢本書嚟講解咧？因為我自己嚟講就認為讀呢本書咪算好困難啦，咁都比較適合第一次接觸呢個 theory，同埋想了解哲學嘅朋友。咁 Lacan 呢個流派嘅精神分析其實相比起心理學更偏向哲學多啲，咁喺臨床上咧都比較少運用嘅喎。佢啲 theory 就更多應用喺哲學嘅概念上，而直接閱讀佢本人嘅書咧，通常係唔知道佢想表達啲咩啦，所以就需要學習其他嘅書籍嚟幫助我理解啦。其實佢啲 theory 係好有趣啦，我自己認為，因為係可以用嚟解釋現代大部分嘅心理問題嘅，同埋都好先進。咁戴下頭盔先，我自己目前嚟講都唔算係對呢方面好高水準嘅人。仲有我嘅 major 都唔係關於哲學嘅，咁我係讀理科啦，所以做呢條片嘅初心都係心血來潮比較多。咁我自己係用中譯嚟閱讀嘅，因為我英文就唔係好好，所以用字同埋原先可能有少少出入。concept 上啦，就應該係冇問題嘅。好，咁可能有人認為我哋平時讀書返工都咁辛苦，而家仲要讀呢啲睇嚟咁難啦，又不知所云嘅嘢啦。咁我哋其實唔應該咁樣諗，就係理解入邊嘅理論，其實可以幫助我哋了解自己有咩缺點啊，同埋呢啲缺點係從邊度嚟。咁都可以幫助培養批判性思考啦。咁樣如果我哋喺網上或者現實上表達自己觀點，都會俾人一種呢個人佢自己諗法嘅 feel。咁早啲講就係可以俾人認為呢個人好撚勁啊咁樣。不過咧都要避免好似 Lacan 所講嘅偏執狂思維，即係唔好一直用好複雜嘅語言講出原本就可以簡單易明嘅嘢啦。就其實咁樣冇咩意義嘅，人哋都唔知你想表達啲咩，係咪先？好，咁而家就開始啦。我就會喺條片先解釋咩係想像界嘅。咁之後如果得閒，可能可能仲會做呢本書之後嘅內容啊，例如象徵界或者陽具嗰啲意義啦。好，咁唔知大家有冇喺 IG 或者 Thread 嗰度碌到就關於心理學嘅文章啦。咁有時嗰啲內容就會話潛意識咩咩咩啊，無意識又咩乜乜咁樣。咁其實潛意識同埋無意識係兩樣嘢嚟嘅，佢哋係完全不同嘅東西啊。呢個 concept 咧其實好重要嘅，咁都概括咗之後嗰幾部分嘅內容啦。不過喺想像界就可能唔會點樣睇到。象徵界就比較多解釋無意識係啲咩。咁其實我呢個人到底係指咩啦？可能有啲人就話我咪我咯，之後仲有啲咩啊？咁 Lacan 就解釋到乜我原來係主要係分成主體同埋自我嘅。咁自我嘅英文就係 ego 啦。咁我哋主體原來係一直有一種缺失嘅感覺，即係 lack of being。我哋一直係感到好空虛啊，
呢種原初嘅其實就迫使我哋想揾嘢嚟填滿自己。咁存在主義學家叫做海德格爾就指出咗我哋人類係被拋到呢個世界上，咁意思即係話我哋係有無限嘅可能性。咁我哋嘅意識咧係持續向內展開。呢個 concept 可能好難明啊，不過都唔算係太重要。咁另一部分自我 ego 係主體誕生之後知覺嘅第一個對象。咁呢個 ego 咧都貫徹咗成個想像界嘅內容。之後就係討論一下我哋係點樣滿足呢種 lack of being，即係呢種不完整嘅感覺。咁鏡子階段都係學勒康入邊好重要一個 theory。而呢個時候就一個新嘅人物出咗現，叫做 Henry Wallin。咁呢條友就提出咗咩啦？原來6個月大左右嘅 BB 啊，從鏡面上見到自己嘅形象係會感到高興。咁 BB 就認為呢個係佢自己啦，但係咧呢個形象又係外在於佢嘅，因為鏡入面見到嘅又唔係真實嘅自己，所以就出現咗異化呢個概念。咁呢個之後就會講到啦，叫做 alienating。我咁就咁齋講就可能好難明白。咁其實一個例子係可以幫助我哋理解，就係呢個動物行為學啊。眾所周知啦，就好多小型嘅動物同埋昆蟲都會改變自己身體嘅顏色，或者發展出一啲特徵去令自己同埋環境變得難以區分啦。然之後對於呢種現象通俗嘅理解就係可以保護自己嚟避開啲獵食者，但係研究就發現啦，採取咗呢個行動嘅動物被捕食嘅機率同埋冇採取呢個行動嘅動物係一樣嘅。咁點解係咁樣啦？專家就指出啦，咁其實咧嗰啲改變自己顏色嘅昆蟲係想對自己同埋環境進行同化，意思即係佢哋被捕獲喺周身嘅環境中咯，咁就試圖隱藏自己喺環境中啊。阿勒康就攞咗呢個例子嚟 prove 我哋係點樣按照呢個外在嘅形象啦，就係鏡入面嗰個形象嚟塑造自己嘅思想，咁就將呢個例子同埋將主體同埋外在嘅形象就聯繫起來。咁講返鏡像階段先，之前就講到 BB 係會認為鏡中係佢真實嘅自己。其實因為6個月大嘅嬰兒係冇充分嘅運動能力啦，咁原先只可以見到自己零碎嘅身體部位嘅 BB 就從鏡中係見到自己完整嘅形象。咁佢第一次就意識到，原來自己係一種完整嘅形式。咁重點就係在於嬰兒係認同自己鏡中嘅形象。如果冇呢種認同咧，佢就永遠係無法將自己自體知覺為一個完整存在嘅階段。但係同時咧，種認同係充滿異化，因為嬰兒去認同嘅形象係始終係不變啊。咁佢以外在虛構嘅整成去
掩蓋自己破碎嘅身體經驗啊。最後咧，個 ego 即係鏡外嘅形象就替代咗自體嘅形象，所以呢度打錯咗啲，原先應該係講自體，呢度出咗錯啊。咁佢哋三樣係完全唔同嘅嘢嚟嘅，不過自體就出現唔係好多啦，所以就冇點描述。佢喺呢個階段表達嘅咧，就係自嬰兒破碎嘅身體經驗。咁 ego 就係同主體互相競爭嘅一種關係啊。咁依家鏡像階段都講到最後啦，呢種自我嘅功能其實係一種誤認嚟嘅。咁 ego 就維持想像嘅統一性啦，佢就誤以為鏡像係真實嘅自己喎，同埋係拒絕接受破碎同埋異化嘅真相。意思即係我哋係希望自己係完整嘅、完美嘅，就唔想承認自己嘅主體天生係殘缺㗎。咁講咗咁多，其實係想講啲咩啦？就係我哋咧，通過呢個階段就學識咗從外在嘅形象嚟認識自己啊。意思就係我哋就會從他者嘅目光之中嚟尋求認同。例如平時我哋聽到人哋評價自己係褒義嘅，就會覺得好開心啦。又或者會覺得人哋描述嘅自己就係真實嘅自己。咁原來久而久之咧，我哋表露嘅性格咧都會傾向係人哋去描述嘅自己啦。咁其實呢個過程咧係無法避免嘅。咁之後講到 Hegel 嘅轉腦辯證法就會講到原因係咩㗎啦。